生幾世怎收到？三世書打開未來預告，來生可會再跌倒？清澈的水被落鹽落透，顏色不變卻污濁。人一生想要走出圈套，像飛蟻互亂跑，尋一個明白到這只會繼續纏繞我。今天挑選錯，他朝成苦果。如沒煽風，沒法點火。今天的錯，再一生犯錯，自受自作不少不多。我一個想要的偏偏不會達到，像膚色也轉不到。都市的車軌淺水透收，綠色一片要推倒。拉到的只有熱煲，離開總會有歸途。硫酸若盡已拋出枯燥，但火爆還未到。尋一個明白到這只會繼續纏繞我。今天挑選錯，他朝成苦果。如沒煽風，沒法點火。今天的錯，再一生犯錯，自受自作不少不多。我一個咁咧我就諗到有個近期呢個夢想啦，咁就係我嚟緊咧10月24號咧，我就會去北京參加一個國際馬拉松嘅賽事。咁咧就因為北京始終係一個國家首都嘅地方啦。咁加上我嚟1月頭嘅時候咧，我就去咗廈門國際馬拉松，咁啊參加咗一個比賽啦。咁當時咧我就用咗4個小時27分55秒咧，就去完成咗呢個賽事，係42.195公里嘅。咁今次咧就好想北京咧，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啦。咁加上就係實在需要時間去訓練嘅。咁嚟緊亦都會參加訓練班，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做到好嘅時間啦，達成到我夢想啦。咁另外就係為咗達成呢個夢想咧，就要去努力啦，就要去參加訓練班啦。咁為期咧15個星期嘅，咁所以就都係放工之後就去集訓啦。咁都希望能夠做到好嘅成績啦。咁因為之前又整親咗腰啦，咁比較困難啲啦，而家就咁，所以就要做物理治療啦，要養傷啦，咁要跑步啦，操 fit 嘅人啦，咁希望就係能夠喺呢15個星期裏面咧，能夠慢慢恢復翻個狀態，然後咧再達到呢個理想嘅呢個夢想嘅，咁就係啦，希望做到啦，能夠完成到呢個夢想咧，咁就
係啦，我就咁講，係咁分享啦。錯，再一生犯錯，現在未報怎麼清楚哪位錯？